意大利人製作嘅音響產品一向俾人感覺都係聲色藝俱全，有實力之餘又有造型。就好似波姐今次介紹嘅 Sinfonia Anniversary 週年紀念版，佢屬於意大利 Udison Research 長期深受玩家推崇，早喺2005年推出嘅 Sinfonia 加料升級版。視覺上嘅最大提升呢，主要係機頂嘅前半部換上咗觀感更為突出嘅紅銅製散熱板。至於經過焗漆處理嘅機身，採用鋼板生產。面板同埋機頂亦都鋪咗預先經過人手打磨嘅實心桃木，襯托4件不鏽鋼精製嘅旋鈕，絕對係一台視覺美感靚爆燈嘅音響藝術品。講下線路設計啊，淨重高達25kg 嘅 Sinfonia Anniversary 屬於純膽放大設計，輸入同埋推動級分別交由 ECC83 同埋 ECC82雙3嘅電壓放大管負責。至於佢嘅強放部分就採用純 A 類超線性並聯單端規劃，雖然輸出數字未必及得上效率較高嘅推挽式設計，不過喺音色方面，並聯單端設計就會相對有勢。另一方面，廠方今次將所有真空管都升級晒金絲嘅出品，令 Sinfonia Anniversary 嘅輸出功率略為提升至29W 水平，意味着佢嘅音效表現將會更全面。連帶揚聲器嘅匹配性都會同時提升。至於供電部分呢，亦都加入精密嘅低噪音穩格設施，進一步加強器材嘅工作穩定性。響接駁方面呢， Sinfonia Anniversary 提供4組高電平輸入，另加模擬錄音器材專用輸出回路同埋一組10W輸出。如果大家想親身感受意大利 Udison Research 呢一款Sinfonia Anniversary 週年紀念版嘅實力表現，歡迎致電尖沙咀 Hi-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。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次見。